大家好，我是虞美人，我是蔡尚宪，我是许志豪。想听更多好歌吗？想看更多影片吗？赶快追踪红人榜的脸书、IG 还有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为什么他们认为我们这样讲，人家就会定？因为你有号召力啊，有号召力。我们有号召力哈，我不这么认为，不然你证明给我看。赶快证明，证明一下啦，订阅起来啊，赶快订啦！红人榜主题赛超越原唱挑战赛，唱出不同原唱的一个感觉跟样子，唱出自己的特色，唱出自己。选手们搬出大招，争取高分。因为这个主题超越原唱，我觉得我的俏皮一定是可以赢。我就是紧张，你嘛是紧张，春夏秋冬热情全面无休。这首歌太经典，做一个小改编，以我的方式来呈现。然后想要把它变成就是巴塞诺瓦，就是比较突破。我都觉得这个就是超越，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很精彩。我觉得都表现得非常好。红人榜宝座又要大变动！哇，24分！欢迎收看《超级红人榜》，我是虞美人，我是蔡尚宪，我是许志豪。青春组毕业了哈，毕业了，恭喜阿婷啊！今天的青春组是新局面，对，同时呢，我们的医护人员也告一段落了嘛，对不对？哈，全新的赛制，全新的，什么赛制？就是一家人擂台赛，有血缘、有姻亲关系都可以，这样都欢迎大家一起组队来参加。陶金武功有新局面，所以我觉得要给他们新的刺激，有主题赛的。主题赛是什么？挑清楚啊！超越原唱歌曲挑战赛啊！太过分了啦！这主题超难，我觉得可以帮他叫车了啦。对啊，怎么可能？他就是唱出不同原唱的一个感觉跟样子，唱出自己的特色，唱出自己。好，在今仔日比赛开始进前，咱先来介绍评审团。头一位是陈建伟老师、许常德老师、詹雅文老师、荒山亮老师。刷落来是红人榜卫冕者邝泽东。宝座候选人谢依玉、潘兰心，大来宾，这个大来宾也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我们掌声一起来欢迎，这次带来很多好消息的伍浩哲老师，欢迎老师，大家好，哇哦，老师，谢谢好，豪哥好，谢哥好。哇哦，还有4位评审老师好，好不习惯哦。对啊，老师你很不习惯呢，怎么今天在这里？其实我一直很想来站在这里。我大概9年前还是10年前有站在这边唱过歌，那时候是当魔王，然后之后就没有来过了。后来就坐到对面去了，这样。坐到对面去之后呢，我就很想唱歌。因为老师其实是创作型的歌手，他常年来也一直都没有中断过，对不对？也还是有在写的。今天呢是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好消息哦，终于可以听老师的个人演唱会。从发片到现在快30年嘛，所以我觉得应该要给自己一次机会，一直都要看别人的演唱会也不是办法，所以我就一直很想说能够给自己一个机会，因为毕竟能够再唱的时间真的也不是太多了。年纪慢慢大，年纪慢慢大之后，10月27号，10月27号晚上6点半哈，凝聚力的展演空间是欢迎大家赶快买票。那你们也可以上网去查，对不对？对，可以的，像我粉丝页都可以看得到。老师，那你今天圣公9人可以一个，你马爱唱一个啊，对不？一定要拿出来，谢，好不好？今天唱这个歌呢，也是我最近写的一个歌了。知道这个歌是写这首歌原因是因为那天刚好停车在停车场里面，然后找不到停车位吗？停车位停好车，我帮你解决。找到停车位，你一定要听一首歌，叫做《命中带车位》。真的，本来没有位置，现在位置很多。就是因为你这首歌让我找到停车位呢，那我没有下车的原因是因为那天下大雨，我不想下车。就在车上写歌了。对，车上突然就有那个感觉，我就写了这个歌。叫什么歌名啦？风咪咪，雨咪咪。算讲哈，大家动作自己的人就对了，全球首发了啦。对，而且原汁原味。对，来，谢谢，伍浩哲老师，谢谢。
越原唱歌曲挑战赛，偶像组大展个人魅力抢高分，挑战者吉他弹唱，深情演唱。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赛位题动感唱跳，轻松俏皮。春夏秋冬热情全面有效。东东经典改编，热血摇滚。爱拼才会啊！我觉得都表现得非常好。我其实很私心的觉得，我希望你们3个都可以留下来。神请下分数，加油！来啊，等等分手机，哇！绵绵的雨，滴滴答答，因阮心情一声声唱你的名。彼时的我，有你作伴，无论安怎，你无嫁，我嘛袂娶。微微的风，渐渐笑容，有你画面，若亲像美丽的图。牵你的手，黄昏散步，迄个时阵，感觉我上该幸福。你讲你真想要飞出全新的繁华世界，飞到剩我一个痴痴的等待。风微微，雨绵绵，咱的父情义感动你早已经放予袂记。风微微，雨也绵绵，我的情犹原在坚持。坚持爱情，坚持爱你，因为你是我的一生。坚持爱情，坚持爱你，因为你是我的一生。谢谢。来哦，偶像组的卡位赛，有请卫冕者邝泽东，宝座候选人谢逸玉。欢迎2位。来啊，2位 end 到啊！来，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梨园谢玉 Seven。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邝泽东。今天要怎么挑战超过原唱，对不对哈？其实那个就是一个概念嘛，你不能够像原唱，也要唱出自己的味道，对不对哈？或者自己诠释这首歌的一种不一样的一个方法，对不对哈？你情感呢，你是被唱起来啦。我今天选的是萧煌奇老师的一首很好玩的歌，叫做《我是金秋》。哦，因为这个主题超越原唱嘛，要超越老师，我觉得太难了，怎么超越啊？对，但我觉得我的俏皮一定是可以赢萧煌奇老师的。你干嘛你这首歌会唱得比萧煌奇老师较无讲，较俏皮，较俏皮，然后他高追一点这样。
那你要唱的是萧煌奇的《我是金鸠》哈，啊东东嘞，这首叫《爱表加 A 呀》，但是你要跟原唱完全是要能够突破的哟。是有做一个小改编，因为这首歌太经典了，就是现在以我的方式来呈现这首歌，就对，希望大家会喜欢。OK， 有做了一些改编，所以那个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会用我的方式。我现在不能多说他的战术啦，改编啦，好，那你会不会来介绍这礼拜的刺客哦？好，我拢要讲台语哦。好，来，因为伊是读台语系毕业的哦。哦，这个哦。对，伊嘛是即马台语的课本的编辑，要安怎讲？编辑。掌声来欢迎阳光男孩林宇恩来挑战。哎呦！你好，主持人、评审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的宇恩。宇恩哦，对对对。啊，你名第一名哪念哈？乌恩。乌恩哦，林乌恩哦。嘿嘿嘿嘿。哦。编辑这个台语教科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我们就是负责就是跟作者、跟教授邀稿，然后教授给我们稿之后，我们就是设法把它变成大家现在看到课本的样子。哦，对对，这就是我们的编辑的工作。而且弄还用台语念的对不？哈，嘿，爱读嘿台语字啊。其实这个要建立一个台语文的一个文字库啊什么的，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是，对不对？好，听说你有这个很会模仿林俊杰呀。哦，对对对，这就是小才艺之一，就是刚好之一哦，小才艺，对对。林俊杰，你说 JJ， 没错，就是开始会模仿他的一些咬字啊，模仿他的一些嘴型。哎呦，来听看看好不好？要救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好像哦，就是他这种唱歌的方法，就很想打他，就是蛮多人说过的。那你今天要带来的歌是？我今天要带来的是江蕙的《就好》。就好，好。然后特别是有自弹自唱的部分。哦，哇！自弹自唱什么乐器？吉他。好，那我们这个马上就来看看我们今天偶像组3位带来的表演。3月的塘边，幸福的香味，阮美伫有你的情景。离开已经遐多年，拢无你的消息，你敢有找着你的春天？花开已经过时，唔通搁再等你。阮亲像要开的花蕊，青春已经褪了色，也无人来同情。若爱你，哪通挽回你？就予你平平安安、舒舒服服顺着你的心，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就予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树雨的塘边。若是寂寞的时会当不想你。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
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就乎你变变安安舒舒，行行顺着你的心，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就乎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树雨的塘边，若是想无的事会当。谢谢林宇恩。接下来谢音乐带来的歌曲是《我是金蕉》。林宇恩实力坚强，赛博一体东东全力拼战首宝座。宇恩今天是自弹自唱，然后东东他是摇滚风，然后我是唱跳。我觉得我们三个就是有点不分上下这样，但其实他们两个的表演我非常的喜欢这样，然后我会加油。赛博一体搬出唱跳，争取高分。我就是金蕉，你嘛是金蕉，春夏秋冬连情千年不休。今天感觉会蛮精彩的，然后我自己就是平时不是很动的一个人，所以我今天改编的话，就是会跟以往有一些不一样，只是想表现好就好了。对，就是也算是自己一个突破。东东挑战摇滚，展现不同风貌。两人能够守住这一关吗？我爱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爱我爱甲他们白白头鬃。咿呀咿咿哟，我会演我演我爱你哟。摕出你的笑容，笑甲亲像金蕉，目睭弯弯，目白弯弯，笑弯哟。虽然看起来两小小。是因为咱够礼数，拍断筋骨，才会卡用全世界。咱相约，我就是金蕉，你嘛是金蕉，春夏秋冬连情千年不休。若不惊夏天热，甲要脱裤，要是冬天当作发烧。我就是金蕉，你嘛是金蕉，春夏秋冬连情千年不休。春天来吹吹微风，秋天咱相笑着。我就是金蕉，啊你也是金蕉，我要做英雄，我要做金蕉。我就是金蕉。你嘛是金蕉，春夏秋冬连情千年有休。若不惊夏天热，甲要脱裤，也是冬天当作发烧。我就是金蕉，你嘛是金蕉，春夏秋冬连情千年有休。春天来吹吹微风，秋天咱相笑着。我就是金蕉。啊，你也是金蕉，我要做英雄，
谢谢谢意玉。接下来邝泽东带来的歌曲是《爱表加引呀》，谢谢邝泽东。好，马上请雅文老师来为我们做讲评。于恩，很棒，谢谢，很棒。以前我虽然没有看过你的表演，但是今天第一次我就很惊讶，而且你唱得非常好。你第一届舞台，我觉得我给你很大的肯定，非常棒哦。好，老师，东东是起先的音色，我有点觉得可惜。你起先的音色有点闷，你可以应该更放一点。而且你本身人就真松，要开始时你做有自信的，但是你的声却是压喉，我觉得太可惜了。那其他的，你的狂野、你的伤，我都觉得这个就是超越。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很精彩。好，接下来我们请建伟老师为我们做讲评。3位我觉得都表现得非常好，我其实很私心的觉得，我希望你们3个都可以留下来，因为我觉得你们的表演真的很好看，有你们3个在，对，这表演会很好看，因为我看到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在你们身上。我先讲语言好了。你的共鸣本身就已经非常纯熟了，尤其是你的混声的地方，真假音混声的地方混得非常非常漂亮。那这个在这首歌曲来讲，一开始进歌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太耳目一新了，因为台语很少有这样的 vocal 可以表现。不过后面因为你再唱了一次林俊杰，就让我有一点点出戏。这个出戏就是我已经要进去状况了，你就突然来个哎嘿这样。就是我要再去想说，哎，你是不是又要模仿什么？对，有一点点出戏。不过这都不影响你音色很好的这件事情。然后你可以给台语歌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这是毋庸置疑。就在未来，我真的很希望可以看到你在台上继续表演。谢老师。然后再来是 C 威仪，你的表演在舞台上，我觉得就已经炉火纯青了。你的动作，我没有看过你这么摇，就是你可以屁股扭成这样，但是你的音准、你的各项技巧都还掌握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你已经在这个舞台上锻炼出来一个你很熟悉的表演形态。那这也是之前我每一次看你的表演，我都觉得你已经是很成熟了。你的成熟是已经可以录自己的作品、发自己的专辑的那样的成熟。谢谢，谢老师。好，那我先问一下东东啊，你为什么中间突然戴一个墨镜？我戴墨镜就是不会跟老师对视到，就不会那么尴尬。避免尴尬，也不是为了造型。其实你都已经把我们乐队老师搬上来了，你多要求一下也没关系啊，我们老师可以戴墨镜啊。不是啦，他一个人一副。他们有要准备衣服，成本考量，好不好？我们接下来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这位啊，若要论台语的开口，我感觉你这条歌唱了袂歹。我是唔知讲萧煌奇的版本有像这个开口也无啦。好，因为你做这个，因为你可能较有经验嘛，所以讲你伫结合台语甲唱歌这个部分，我感觉你是做了这个部分，你是做了较好的。好，所以。加上讲哦，咱做的这个表演啊，吼，你的甲舞群的这个配合，我感觉是足活泼的，很不错啦。啊，但是有一句该你研究，这全年无休，你是念啥？你是念全年无休，啊，你有念这英语？有一点的音。嘿，颠倒伊句无标准去啊。台语的部分拢足标准的，你若转到华语，你就讲无标准。哦，阿姨，消防期间本来就安尼唱。他没有。没有啊，那是你加的嘛。你甲转做英语去了对吧？无效。好啦，高追啊啦，袂歹啦。啊，东东。是哦。我觉得这个表演是很突破性的，就是有符合到今天的主题。好，然后这个编曲我觉得很有创意，非常棒的一个编曲。然后老师也愿意跟你配合，在台上做这样的演出。那既然它是一个改编，是一个突破的话，然后再加上这首《爱拼才会赢》，大家已经这么熟悉的框架底下，你要怎么突破？我觉得除了说我们在造型上面，或者说在一些口气上可以做一些加强，或者说你戴个墨镜什么，去做突破以外，我觉得音乐上也可以突破啊。你在整个 melody， 既然大家这么熟了，他已经进了第2段 A2 的时候，你其实可以改一些旋律啊，一直到最后一个音你才改。爱拼才会赢，对不对？
那你只有改了一个音啊，就一直从头期待到尾，你就改了那个音，我觉得小小可惜在这里。所以今天3位其实都有突破，也都有优点，可是也很多，我觉得还可以再进步的地方。好，谢谢老师，谢谢，谢谢。咱的这个吴文同学哈，你到底会使摕到什么款的成绩哈？是。评审请下分数，加油哦！来哦，吴文，林吴文。头一边来挑战的这礼拜的刺客林宇安的成绩，哇，24分，哇！来吼，这款的成绩会威胁到什么人？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是宝座候选人的谢玉，评审请下分数。谁不会赢呀？青春组全新局面开打，新任挑战者来势汹汹。我希望我今天可以坐上卫冕者宝座。你其实很会选歌，因为你的音色上面很亮很亮，但你选这首歌刚刚好，它需要这么情绪的表达。我非常喜欢唱歌，所以来红人榜争取这个舞台。这首歌伊的拍唱的所在都是伊的节奏，但是我觉得你是全身都是节奏感在跳动。宝座候选人潘兰心不畏挑战，用尽全力，然后自己准备的就是把持住好这样。你的声音胜过一切，而且你的声音缭绕当中呢，它是有画面的。评审请下分数。谁是青春组卫冕者？哇，24.3。评审请下分数。谁不会赢呀？来我。23.9分，好，还不知道。先换位置，卫冕者邝泽东，伫这个爱拼才会赢。超越原唱的改编歌曲会得到几分？评审请下分数。加油！来啊，东东邝泽东，到底让这点几分得个分数是？27.1，哇！哇，都差一点点，真的都差一点点啊！我必须要这个非常肯定这个Sebuhi， 对不对哈？这样子站在这里多久了？1年多了吧？1年多了 ，OK 哈。他真正的收获不是继续站在那边，而是他这样坚持的站在这里过。我觉得你会是3个里面目前最有收获的人，对不对？对，就是自己一个人来比赛嘛，然后也是自己一个人走，但是这个自己一个人走，其实我带了很多的回忆，就是来到这样的舞台啊，然后吸收到很多的经验，这样是，然后也交到很多的好朋友，是，谢谢大家，谢谢。1年前谢玉初登场，将跆拳道融合歌曲惊艳全场，一举坐上红人榜宝座。我用自由活青春的舞池。你声音就好诶。然后今日都无惊敌，而且今日的展现啊，跆拳道啦，我都觉得让观众看到很惊讶的一面。我们恭喜Sebuhi啊！登上我们的红人榜宝座，恭喜！今天来的港姐给你啊，恭喜谢意玉。但是没想到他的卫冕之路却是非常坎坷，累积上下宝座5次，创下红人榜纪录。但他始终继续坚持不放弃，并且创造许多精彩演出。若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面对阮的感情，你打算安怎来想？车笑门步惨的惨状阿伯啊，人地讲繁华都市。台北对倒去，你明知影我对你放袂开，为何偏偏叫我来分离？我拼开迄段用心的日子，
写的念的拢是你。虽然讲今仔日谢美琪要离开红人榜的舞台，但勇敢追梦的她已经在我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谢美琪一定要继续唱台语歌哦。最后想谢谢我的家人，我妈、我爸，然后我阿嬷这样，还有我阿公，一定就是，你一定知道为什么我会来这个舞台上。我有逐渐的，就是在追梦这个路上这样，然后希望我以后会成功，就是达成我自己的梦想，对，然后我会加油，希望你们都以我为傲。然后我最不舍的就是舞台，因为我们就是需要一个舞台，对不对？好，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照顾，谢谢。那我们今天非常恭喜啊，有了一个新的局面，恭喜两位登上我们的红人榜宝座，恭喜东东邝泽东顺利闯进了第4关，把中医蛋的温温成为我们的宝座候选人。被那个建伟老师称赞，其实真的超开心的，因为说实话我是他的歌迷，就是我开始可能写一点台语歌，其实都是听他的，就觉得哇，建伟老师对台语歌的贡献，然后跟台语歌的整个的影响，就是我非常多。所以今天听到他说，我可能有机会继续唱下去，然后继续可能在台语歌这边发展，我真的非常非常开心，然后也受到很大的鼓励。看到谢玉分数的时候，你有内心在想？来的时候也人生第一部熟的，然后第一个认识的选手就是他，想跟他说，就是这个舞台就只是一个过程，就是如果他继续往他这个梦想前进的话，以后一定有机会会在更大的舞台再见面。来由青春组的卡位赛，有请我们宝座候选人潘兰心。哇，等好久！哎呀，拍谁啊？久等了。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东卑南族潘兰心 Snai。哎呀，上次那个来一次，亲朋好友都在问什么时候还要再来，对不对？你都怎么说？就是我先请他们先看，也是继续看红人榜，然后支持雅婷。还是要继续看。对，要等雅婷过了20关之后。OK， 好，今天要做一些突破嘛，对不对？哈，你要带来什么歌？这首歌是来自潘越云老师的《孙景青春帮》。哎呦，然后我想要把它变成另外一种曲风，然后也就是比较突破，然后跟轻松的，然后就是也让自己尝试不一样的曲风去唱。什么样的曲风可以先透露吗？就是巴塞诺吧。哎呦，今天要邀请来2位挑战你的朋友，好不好？来了，一次来2位，当然局面目前只有你啊，没有卫冕者啊，可以吧？可以。好，我们一起来介绍这礼拜新局面的2位刺客。首先来欢迎大胖谢梦颖以及小雨魏小雨。大家好，我是来自中东混血，台中混台东，我是谢梦颖大胖。你好 ，OK， 好。大家好，我是南投的小雨魏小雨。哦，大胖，你这个是一个你要特别的表演的才艺吗？哦，对，这是我今天特别准备的小礼物，要送给主持人。对，这个是那个白雪公主，因为是世界第一美人，美人姐。谢谢。然后这个长线哥是这个是钢铁人，因为长线哥满满的 muscle， 就是。哎呦，谢谢。对，代表着可以守护我们这样子。然后这个可爱的三眼怪是送给志豪哥。三眼怪。对，因为志豪哥就是每次出现都带来欢乐，然后就让我想到三眼怪出现的时候都很可爱、很欢乐这样。谢谢。而且不止我们主持人有，评审老师也都有，是不是？对，评审老师也都有。你怎么会这个特别的才艺？这个是因为我妈妈是一个视障者，那她当初去那个盲人重建院学习技能，因为陪她去，然后我当志工。对，然后当志工之后，就慢慢发现，这个我很有兴趣。然后学了一些基础之后，回家我就上网学，然后就一直折到现在。如果现场我们请你折，你有办法立刻折出一个东西给我们看吗？可以啊。那因为我们在之前去街头艺人考试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很严格，是10秒内要折出一个贵宾狗。10秒内。但是我想说贵宾狗太简单了，所以我今天折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拍谁？对。这是一个简单的花，然后再加一点东西就会变漂亮。
他要完全不会害怕那个爆炸的那个声音，叽叽怪怪的声音。哇，主任！哇，哎，真正呢，卡手够美啊！这才有混来的有啊。对，这样子。漂亮，好漂亮哦！谢谢。他这样才花多久时间而已？差不多1分钟左右。对呀，哇，这个厉害哈，绝对会叫导队。绝对。啊，我看你安尼嘛是哈，身材也很好，想那叫你大胖。就是其实这是一个玩笑话，就是我国小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些调皮的男生，他们就会在那个2楼有没有就会叫帅哥美女啊，然后就有一次他就叫大胖，然后我就很好奇，我想说大胖是谁，然后我就这样一回头，然后他们就几个这样哈哈哈，你是大胖吗？这样子，对，但是我其实那时候不胖，但是我觉得这个绰号很可爱，所以我不介意他们这样叫，然后之后我就自己吸收了这个绰号，然后就一直沿用到现在，就是一个可爱的绰号这样。对，你写好大呢。最爱甲大家讲吼，人在做酒送王船的时阵，讲到做酒去。请讲。你唔通凊彩讲化名，人要送王船，不可以喊名字。别再化名啦。别再化名，人来化你的名，你也不要回头。可以。对呀，哈，你讲对不？对，真假。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些俚语啊，对不对？但是很可爱的，大家就很容易记住你了。大胖，反差。你今天要唱什么歌呢？我今天要带来的是孙楚妹老师的《妈妈你无对我讲》。好，那小雨是南投，对不对？是的，我来自南投，情人节好。OK。你有在表演是不是？对，就是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唱歌，然后我非常印象深刻，自己在6岁的那一年，有一天晚上呢，我就在房间，家人都在看电视，我有一个人的房间，就是床头音响，tape 都给它放了，我一直唱歌唱得很开心。突然呢，我就开始跟空气握手。然后那一刻，我突然就告诉自己说，长大以后我要以唱歌来做职业。哇，是6岁的时候哎，就是小时候的事情，其实没有很记得，但是我就一直很印象深刻。那一刻，我告诉我自己，对，然后也很感谢家人一直很支持我。所以说，就是我有努力在唱歌的路上找舞台，然后像以前呢，我有在餐厅驻唱过，然后也有在歌厅秀，然后也演出过音乐剧，然后之前也有在上海迪士尼，然后在那边服务3年，我是歌手演员。迪士尼是2016年开园的那一年，我就是开园团队的其中之一。迪士尼，你要唱什么？都是迪士尼的歌曲。唱哪些？当时候就是我很明确的去甄选的歌手。那当时候其实我入选的秀就是我们在讲《美女与野兽》的故事。那我们的这个就是一部完整的动画，要把它浓缩在一个秀，只有25分钟就要完成。而且我们编制只有5个人，就是有2位男演员，再加上我一个歌手，还有一个手风琴手，还有我们知道的贝尔公主。那你们这样子一天要唱几场？就是4场到6场不等。这样唱多久？几个月？几个月就一直唱啊，一直唱，对，每天都是要做这些事情。对的，哇，重复，那应该是闭着眼睛都能唱了，唱出本能了。是的，你愿意分享一下吗？好啊。让时间去转，让故事去换，多变的世界，还有我和你守得住永远。哇，好像还是中文版的呢，就是中文版里面的，对呀，中文版里面的，对呀。那你要带来的歌曲是？对，今天要来挑战一下江蕙老师的 MV Loki， 然后把之前音乐剧的这个就是一些的小小的表演技巧还有概念融入这首歌，然后来做挑战。来，我们欢迎3位。
谢谢谢梦雨。接下来魏小雨带来的歌曲是《Amber Lucky》。谢谢魏小雨。接下来潘兰心带来的歌曲是《孙景青春梦》。全新企划一家人擂台赛，大家惜家带眷抢宝座。今生今世你是阮唯一的爱。唱歌的感情哦，互人一个起鸡母皮起来安尼，足好听的，非常的赞。将你当作是我上深的心爱。对唱的那个和谐度非常漂亮。每一个拢是你的宝贝。你们两个整个感觉会让我觉得很温暖，然后很甜蜜。超精彩的一家人擂台赛，千万别错过！送你到火车头，我偷着做你走，亲像长沙风吹双人梦手着来自由飞。阮也有几句话，想要对你解释。看是藏在心肝底，较实在。阮嘛有大简单，一件等来的是怎办？想来想去，袂当辜负着青春梦，青春梦。小欠债，你欠阮有较多，规气看破来找找，较实在。雨伊若落完，雨伊若落完，那呀那呀，哦哎呦咦，哦哎呦咦。还有一眼哦啊耶呀，嘛有大简单，一件等来的是怎办？想来想去，袂当辜负着青春梦，青春梦，不是阮轻淡。时代已经无同，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愿望，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愿望。谢谢潘兰心。好，马上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来，小雨老师好。你的整个细胞里面呢，几乎都是节奏感在跳动。然后这首歌伊的拍唱的所在都是伊的节奏，但是我觉得你是全身就这么伤的，还能够倒酒，还能够撒这个照片，还能够这样子的，那个气氛，那个戏剧的张力非常的大，这个就是一个超越。而且你在这首歌当中有你的戏。那最重要的，我觉得你的张力很够以外，你想要撒的这个声音的张力也够。在你想要用喉音，想要怎么样，都随在你的，拢完全在你拿捏之中，完全是轻口的，对你来讲。所以今天站在这个上面，你真的是非常的大气。好，来，兰心老师好，你有一个很美的声音，可是呢，你一入歌就太紧张了。
你看到了前面这位小雨，真的是他有他厉害的手段。那在你唱的时候，你虽然是很紧张，可是你的声音很美，你的声音胜过一切，而且你的声音缭绕当中呢，我们真的有看到了那个火车头，它是有画面的。你画出那个，你的歌声画出那个画面，我觉得这个很不错。而且呢，在变奏的方面，我觉得你拿捏得很好。但是再加上你的母语的那一段呢，我就会稍显它有点紧了一点，有较暗，就是说字可能很密集，然后你唱的有点紧张哦，就让那个节拍就有点稍稍乱了一点点。但是加进去，我觉得很有味道。整个画面还是很漂亮，我觉得3位都真的都很不错。接下来，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梦颖老师好。其实我刚才跟那个建伟老师讲啊，我说哇，会折气球，想带给人家一种很幸福、很快乐的感觉的人哦，内心一定有一种对悲伤的事件哦，很同理心的人。对。所以你一开始一出来唱这个歌的时候，我是很有感觉的，就是你是用你的真情或是你真实的人生故事去唱这首歌，所以你每个字的那个颤抖的音哦，都是带着情感的。然后这一点是，好，你做这份工作呢，然后又跟音乐结合，一个很大的卖点。好，然后小雨老师好。我就想说，刚才你在那个表演，我就一直在回想，就是说，哇，如果你喜欢是歌仔戏，然后每天要练功，要不管收器具啊、拆帐篷啊、干嘛，你都要去做这件事。那一做，每天重复的做，这样练出来的功夫哦，就是做宅啊，就让他觉得很安心。然后呢，想跟着你这样的一个经验哦，去看这个一幕一幕被我们看到的画面。所以我觉得你今天我从头到尾都是非常专注在听你唱这个歌，谢谢，而且都不会让我担心说哇有老梗出现，完全没有这个担心。好，谢谢。我们请建伟老师为我们做讲评。梦颖，老师好。我觉得你其实很会选歌，因为你的音色上面很亮很亮，有些歌可能不适合这么亮的音色，但你选这首歌刚刚好，它需要这么情绪的表达。然后我刚刚有跟就是阿德老师就聊到折气球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哇，折气球的人真的是很多悲伤的情绪在里面，因为每一个气球不管它再怎么漂亮，它终有破掉的一天。所以这种情绪有可能像刚刚老师说的，在你心里面是一直可以有这种能量去爆发出来的。对，不过我要建议你一下，就是你在弹性上面，可能运用的没有这么好，所以在副歌的地方会听得到，有一些地方可能压太多能量的时候，你的声音会变得有点沙哑。在共鸣上面的开发，再注意一下，我觉得未来在歌路上会有更多可能性。不过今天你选的歌很棒，因为很适合你的声音。好，谢谢老师。然后蓝心，我觉得你的音色真的是太美了，就是一开始的前2句，我已经要就带入自己的情感，跟你像一面镜子在看自己悲伤的事情。但音乐一下巴萨之后，你整个可以音色没有很大的转变，但带一点点微笑之后，整首歌往不一样的方向去了。前面感觉是被抛弃的人，后面感觉是在对你的一个情郎讲一些就是你怎么这样对我呢？真讨厌，是在塞奶的感觉。因为你太会唱，所以你可以把它合理化。那这个合理化，我觉得也是一般人可能要这样切换是办不到的。所以你今天的表演，我也觉得很棒。谢谢老师。各有擅长哈。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好精彩哈，真的，3位都这么精彩，怎么办？怎么办？来，这件事情就我们评审的工作了，好不好？好，来了。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大胖哈，大胖 ，OK， 一点都不胖的大胖。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全新局面，第一位刺客大胖谢梦颖的成绩来到了，哇，很高。23.8分。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小雨表现如何，评审请下分数。魏小雨来了，成绩来到了，哇，24.3，来喽，就来看看，有淡薄紧张，不过歌声非常之水的，咱的蓝心。
可以得到几分？紧张喽，评审请下分数。全新局面，到底谁可以登上红人榜宝座呢？哇！24.2分，也是相当高的分数。OK， 好，我们先谢谢梦颖哈，谢谢，感谢你。新局面就这么精彩，对不对哈？其实成绩都是伯仲之间，一点点。对，连像那个大胖的成绩也非常的高，对不对哈？好。那么这个真的是值得期待哈，我们下礼拜一定会更精彩。我们恭喜2位登上我们的红人榜宝座，恭喜谢老师，恭喜魏小雨顺利闯进第1关，也恭喜兰心保有候选人资格。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既然可以站上这个大舞台。很庆幸当初自己有下定决心去参加海选，虽然第1次就淘汰了，但是我相信以后还会有很多舞台等着我。谢谢。他们唱得很棒，而且是很稳。那我就是有点紧张，可是因为想说曲风都不同，把那歌曲改编之后，结果唱出来的感觉让评审老师喜欢，我也觉得就是很谢谢我自己。刚刚看到分数的时候，真的我好感动，我眼眶里面都是泪水。这个第1场的这首歌，我自己也唱得很开心。下一场自己一定也要好好的表现。一家人擂台赛正式开打，来喽！第1回合，这2组哦。全部都有明星的加持，哇哦！首先第1组辣公辣妈蔡金妍、陈月琴，第2组通心面兄妹王通谷、王文馨，有请2组，欢迎2组。一家人擂台赛首周开打，参赛选手来头不小。红阿婆几档啊？恁竞赛无来啊？竞赛长来啊！因为竞赛就是咱的这个超级魔王哎那徐一凡呐，不败魔王徐一凡压阵，辣公辣妈实力倍增。今生今世你是我唯一的爱。啊，为什么跟吴俊宏有关？明星加持，是恭喜俊宏。俊宏是啊，我熟悉20几年做囡仔看。完了哦。是啊，伊的饭汤是我家己教。吴俊宏现场加油，通心面兄妹信心十足。将你当作是我上深的心内。谁能成为首周擂台主？第1组辣公辣妈蔡金妍、陈月琴，第2组通心面兄妹王通谷、王文馨，有请2组，欢迎2组，欢迎我们一家人擂台赛。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的辣妈，老师记得我吗？然后这一位当然就是辣公喽。辣公啊，我叫蔡清炎，蔡清炎哦，红阿婆几档啊？10档。啊，恁竞赛无来哦？竞赛长来啊！哦，因为竞赛就是咱的这个超级魔王啦。哎那徐一凡呐，徐一凡呐，哦，我们知道辣妈来过哈，啊，怎么说服你来的？讲这是一生中哦。有这个机会哦，大家要来都无法度的。哎呦，听我这点有点心动呢。哎呦，心动呢？不来别杀你哦，一定要来。叫我来时，才发觉讲唔对啊，我都袂晓唱的，啊，要安怎？长这来才抓骹抓手好。哦，抓骹抓手啊！啊，有抓到无？有啦，抓到感觉哦，回魂啦，回魂。嘿，啊，无迄阵啊，我都跋倒哦，我这边。报迄个运奖的无，运奖擂台赛。结果吼，真无来，就是跋倒去大医读甲讲一个吼。有影无影？头壳伤啦。我进前来，我有甲恁讲嘛。哦。原本运奖擂台赛就要来啦，受个伤我就来。诶，啊头壳伤哦。你头壳伤？不是头壳伤，头壳就咧伤啦。啊无迄头听唔对的，讲我安怎样，唔通我别讲。好啦。加注意啊，所以其实这也就是我们会举办这个单元的原因啊。为什么？因为一家人要经过说服、沟通。还要彼此鼓励，也要彼此漏气啊！然后呢，再一起来这个参加。光是这个过程，他们应该是比过去讲话多很多啦。讲到这吼，我讲哦，情歌嘛，对不？这一定爱放电嘛，对吧？结果我若甲放一个电哦，伊就互我忙甲怎啊？当时要落歌拢唔知，你敢知？所以我拢唔敢放伊出去外口。我讲外口的妹妹若甲电者，伊原来去用电去。这个好，这做危险，做危险。啊，咱这组是兄妹啊，对不？是。哦，所以是
您查几岁？5岁。5岁哦。啊，为什么跟吴俊宏有关？是吗？明星加持是讲是俊宏。我熟悉20几年的做囡仔伴。安尼哦。是。啊，伊的饭汤是我家己教的。伊的饭汤是你教出来的，是所以你拢是你做假的，对啊。是。细汉的时候，跟韩吴俊宏做伙伫外场比赛。是真假？真的。拢斗一组安尼。伊是我的搭档。啊，所以阮有领到奖金啊，阮领到奖品。摕过啥？冰箱。冰箱。我都拜。我都拜，安尼拢前几名哦。前几名。啊，摕到咩怎？现场拍卖现金。对分啊咧。卖掉。好啦，啊，我问一下，你参吴俊宏较好哦，你这回来比赛有互你什么建议无？选歌啊。选歌啦。然后还有服装上。造型老师很明显就是吴俊宏。OK。哦。辣公辣妈。辣公辣妈。你们要带来什么歌曲？情深深。咱这位兄妹来这对。爱你的心肝啥人知？好，我们新单元第一回合正式开始。谢谢蔡清妍、陈月琴。接下来王通谷、王文新带来的歌曲是《爱你的心肝啥人知》。谢谢。听讲人伊这首是嫁查囝时阵唱的。有影哦。哦。敢若前礼拜啊。13年前嫁查囝做这西装。哦。13年后我毋捌穿过哦，今仔日吼是因为足慎重的，我要来红人榜。哎呀，多谢你，多谢你。我这提出来，提出来。心在拢无变。有影啊，有一个樟脑丸的味拢走出来。好，咱新佳老师来给咱讲评吼，啊，不然你讲落吼，真正天光啊。好。好，来雅文老师。王文新哦，王通谷，我觉得你们两个哈，真的文新你的歌声足水的呢，你已经是会当发唱片的迄个阶段，所以我感觉恁两个今日的唱啥也好，或者是讲恁的选歌，你选歌真正选了太好了，选得非常好，而且默契足好的，因为姊妹要唱情歌，其实他有点小尴尬，所以呢。妹妹足自然呢，敢若哥哥目睭唔敢看妹妹安尼尔，而且你们两个对唱的那个和谐度非常漂亮，技巧更不在话下，所以真的有得拼，很好看。您真正是太高了，很棒，很棒。谢谢老师，谢谢。我们接下来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哇，无想到，到讲咱那些一家人呢，擂台赛呢一开阵就遐尼精彩啊！是啊。哦，我真正错一个，咱的青岩大甲迄个过金子啊吼。哎，老师好。哦，恁这条歌就有感觉呢，谢谢。拄则在咧讲什么？掠骹掠手掠甲人，准，敢若你咧驶游览车要过山路安尼吼，啊，你7watts8watts啊，挖过迄个哦，迄个爽度安尼，完全扫过，拢对边安尼扫甲安尼水安尼哦，尤其是后壁恁咧迄布鲁斯迄手去牵起来安尼哦。两个哦，迄有够有感觉的。
知影讲是恁是翁仔某的关系，所以讲这两个人唱歌的感情吼，迄个化学变化有无？哦，迄就互人一个起鸡母皮起来安尼，足好听的，非常的赞。谢谢老师。哎呀，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单元太棒了，因为长期以来看红人榜哈，都是讲我来行地方的时候拢了解，都是规家伙啊做伙看。是，不然我们来问阿德老师，看他听得怎么样。我们第一回合就这样的阵容出来，我给你惊到不？反正呢，既然题目叫一家人哦，没有给我一家人的感觉，我都会扣分呐。啊，然后尤其在这个舞台上啊，唱这个歌的时候，给我一些罐头式的那种表演哦，我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啊，我先讲一下蔡清妍、陈月琴。啊，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唱歌哦，就像那个你老公这一套西装一样，就是长期没来往，重要时刻就把它端出来，然后一鸣惊人，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可见哦，他平常陪你在唱歌的时候，他都有认真在听你唱歌。对，所以他才拍子可以抓那么稳，才知道你唱到什么程度，他可以接上去。默契。我跟你讲，今天我讲实话，他才是高手。然后王通谷、王文兴，我想问一下，你们一开始那个站一前一后那个站法谁教你们的？是我自己想。台语 MV 都这样拍的嘛，对不对？不是背对背啊，就是一前一后啊，就是一副两个人呢看着对方不知道讲什么那种表情，对不对？罐头式的表演，我都会扣分啊。好，你还想说，如果兄妹哦唱歌的表情很尴尬啊，你就想一想说，可以用更自然的方式，其实都不用看对方啊，这样你们可以专心的唱歌，把这个融合起来。好啊，因为一家人最重要就是要把一家人的感觉表现出来。当这个表演呢，一有人就是落掉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会像家人一样飞出来把它纠结住。就像最后这一对哦，那个拥抱，就是很厉害的招数。谢谢老师。因为那种东西，其实只要是假的，我们一眼就看穿了。好，谢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辣公辣妈的成绩评审，请加分数。来喽！一家人擂台赛第1周的竞赛，蔡清妍、陈月琴的成绩来到了24.3分，那么高分。哇，这开场就这尔高的分数，兄妹组合会当得到几分？评审请下分数，加油加油！来，王通武、王文兴，到底当得到几分嘞？哇！平手24.3分，第1周打成平手，悲秋啦！我们下周再战。昨天真的彩排的时候是哩哩啦啦的，真的是可以说是没有信心的啊！想不到今天哇，我老公好棒棒，好棒棒！第一次跟自己的哥哥合唱，其实就是会像老师讲有一点小尴尬，但是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们默契还不错。布农族帅弟阿古强势来袭，偶像族宝座面临变动。世间的阮往往放袂离，只要是有情都有意。诚恳的味道，很久没有听到了。听你唱歌，其实很容易被你哦这种很淳朴的吸引住。语言东东，两人能守住宝座吗？阿古，阿古。精彩内容都在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全台唯一台语歌唱比赛节目《超级红人榜》。本节目由 PP 石墨烯冠名赞助播出。